年又過年，共慶歡樂綿綿。大家好，我係溫泉蛋。仲有唔夠1個月就過年啦，你哋諗好屋企點佈置未？溫泉蛋喺淘寶同拼多多都買咗啲新年佈置裝飾品，今日就同大家逐一開箱，睇下質素如何。大家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！過年一定要貼返張出入平安喺門口，寓意出門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。今次呢個淘寶商家超細心啊，用個好大嘅厚紙皮盒包裝好運過嚟，仲喺紙盒上面貼咗易碎品標籤。用咗4日時間就從佛山寄到嚟香港，速度夠快。等我拆開睇睇入面先。我 check 過，非常好，將出入平安門貼冇折痕，實物同圖片一樣咁靚。呢幾隻馬仔好得意，顏色鮮豔，活潑生動，喜氣洋洋。紅色部分係絨面，摸上去毛茸茸，好有手感，唔係普通嘅光面印刷，高級好多㗎。佢仲係雙面印刷，兩面都咁靚，仲送埋背膠。呢張門貼價錢係13個9，咁大張，質感咁好，包裝咁穩陣，性價比好高。跟住開箱嘅係貼喺客廳嘅福到我家貼。相比之下，呢個淘寶商家就冇前一個包裝得咁仔細啦，只係用個膠袋裝住，入面得塊薄薄嘅紙皮墊住，所以呢個邊位巢咗少少。我買嘅係12生肖款嘅福到我家，駿馬奔騰，栩栩如生。隻馬形象幾生動，你哋睇下啲馬毛，幾立體啊！仲有幾條金毛，字體都幾閃下，係會甩少少金粉，攞起嘅時候要輕手啲。背面係帶膠嘅，佢啲原裝膠紙唔夠黐力，為穩陣起見，我用網民膠紙再次加固。呢張福到我家貼價錢係11個3。講開呢卷網民膠紙，我一定要同大家隆重介紹，佢真係我心目中嘅家居必備萬能神器。我買嘅係20毫米闊乘以20米長，大概一個手指公咁闊。2個6就有1卷，真係好抵。我之前都用過，呢種膠紙真係黐力好強，撕落嚟都唔會留痕。不過有時就黐力好得滯，一唔小心就會黐實隻手。呢束桃花係咪好靚？我特登喺拼多多揀咗好耐，花型夠飽滿，
顏色由粉紅漸變，做工真係幾逼真。最重要係冇嗰陣膠味或者化學味，擺喺屋企都放心。過年擺桃花，可以帶嚟桃花運，催旺人緣。望住啲花，心情都靚啲。而且佢最大嘅優點係唔使淋水，方便打理，可以擺好耐。運落嚟嘅時候，商家用個藍色膠袋裝住，包裝簡單，但5支花都完好無缺。桃花總共有5支，價錢係6個半，長度大約係55厘米，性價比都幾高。過年都想裝飾下屋企嘅家私，所以我喺拼多多買咗2塊牡丹花坐墊，佢嘅價錢真係令我意想唔到。呢塊牡丹花坐墊唔係薄薄一塊，摸上手都幾厚實㗎，表面嘅絨面都幾柔軟舒服，佢嘅做工走線同車邊都好整齊，冇多餘嘅線頭，底部仲係防滑膠嘅設計，放喺凳度都唔會跣嚟跣去。我買咗2個顏色，分別係紅色同紫色，2個顏色都好應節，花開富貴嘅感覺。紅色就鴻運當頭，紫色就紫氣東來。你哋估下呢一塊牡丹花坐墊係幾多錢？你哋絕對估唔到，價錢只係3蚊咋。你冇聽錯，係3蚊人仔一塊坐墊，一杯奶茶都買唔到啦。最後嚟睇下我喺淘寶買嘅新年福袋掛飾，價錢都係好抵，只係4個9，但細節都唔馬虎，個福字閃靈靈，入面塞滿咗棉花，摸落去好鬆軟，表面都係會甩少少金粉。淘寶商家仲送咗一個掛鈎同細福字裝飾，只要將個福袋掛喺屋企，福氣自然嚟。咁多樣新年產品入面，你哋最心水係邊一樣？歡迎留言講下。預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。我係溫泉蛋，多謝大家收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